南華喺負方打入呢個決賽咧，個路途係比較遙遠啦，而且咧幾乎係對暈咧係今屆所有7支嘅甲組球隊嘅。目前喺華人前鋒入邊咧，歐威倫嘅入球率咧係最高㗎嚇。咁呢場波咧，佢繼續同上一場一樣啦，同呢個譚拔士咧係拍檔做雙接頭。咁啊，至於吳群立咧呢場波亦都係同上一場嘅部署一樣，暫時咧以後備就後命，咁隨時咧入場搏殺㗎。咁上一場咧佢射咗個世界波啊！咁啊，奧沙咧就係因為咧拉傷大腿嘅肌肉咧受傷就養傷咗有3場嘅比賽。咁呢場波咧正式復出咧係開始咧打正選啦。咁啊，基亞咧就呢場波亦都拱上前面咧，同呢個科士打一個咧就係前面嘅攻擊球員，但係個位置比較偏左嘅。好啦，南華嘅陣容1號守門員威拿，2號邱建威，5號奧拿利奧，6號顧錦輝，7號歐偉倫，9號沙維亞，10號譚拔士，11號李健和，16號陳國培，18號宋連勇，21號咧係拉迪斯拉夫。咁啊，快速守門員李安納，3號陳漢輝，4號奧沙，7號基亞，9號科士達，10號譚兆偉，14號張志德，15號卡根諾夫，18號楊希治，20號黃禮德，21號咧係巴貝嚟嘅。咁啊，快通嘅陣容咧，同上一場咧係個比較咧，有一個位置嘅變動啊，即係奧沙代替呢個奧法。咁啊，快通呢場波咧就係換咗一件咧係白色嘅球衣，但係波褲咧仍然保留翻佢哋嘅主色係紫色嘅。好啦，比賽開始咗啦。好啦，而家快易通嘅陳漢輝咧攞到波先，左腳一踢咧就省到對方喎，從高而落。咁啊，出咗界啦。咁基亞咧亦都係知道呢個波係自己嘅界外球啦，省到譚拔士嘅伸出界嘅係快易通嘅一個界外球。咁啊，基亞咧執起個波啊！用翻呢個踢，急咧一抌入嚟，浪翻俾佢咧，即刻咧附佢前面，俾奧拿利奧咧大腳咧戳翻出嚟喎，入咗禁區入邊。咁啊，呢個李安納咧可以用手啦，發攻嘅守門員啦，碌出個地波過嚟右手邊嘅細鬼唔去得，彈翻後先，彈後俾呢個咧係卡根諾夫。呢個波咧一彈地咧，亦都係出界嘅嚇。卡根諾夫啊！咁就入場嘅觀眾咧係29,000幾人啦，接近3萬人，都係一個幾理想嘅數字啊！巴貝利攞唔到，跟住顧錦輝一頭一頂過嚟呢度，哇！優仔啊，佢轉身咧想話掛翻去前面，點知睇出橫邊，基亞州呢啲波咧急咧打過嚟啦，一打埋嚟科士打硬翻後邊先啦，偉仔追，宋連勇又去兩個鬥，好嘢！宋連勇啦壓過，而家偉仔再翻轉頭報佢嘅時候咧就一篤啦，個波咧係篤咗入禁區嘅。睇兩個鬥體力啦，其實冇事㗎，呢啲波大家咧都係啦，去牙位。好啦，南華去進攻啦，邱建威攞到波唔去得，彈翻後邊，顧錦輝調翻上右腳先，扯過左手邊有冇人咧？唔夠人頂喎。好，宋連勇再掛翻去前邊，呢下插花腳係幾靚喎。跟住咧，宋連勇咧就係起腳施射啦，但係射唔正目標啊！呢個波。再睇宋連勇起腳射呢個波，仲有一次慢鏡。呢個奧拿利奧咧就用隻腳翹橫個波咧，讓咗咧係俾呢個宋連勇咧係踏順步咧就係射嘅。細鬼一比就俾巴貝利輕猜過嚟右手邊，咁啊細鬼咧再度冚上嚟，一張志德冚喺前場。解佢直線啦，喂，好嘢啊！呢個波位都好靚啊，科士打點咧？哎呀，呢下咧似乎有啲黃雨啦，成個科士打咧炒起啊！岑培嚟噶，岑國培咧就犯規，巴貝利替快通主替呢個罰球，大家鬥攞位噶啦，斬咗鐵嗰頭啦，威拿好輕易咧出嚟綠馬小禁區嗰度咧接咗呢邊廂係南華嘅教練領隊等等啦，黃文偉啦、李潤華啦、洪祖航啦等等。譚兆偉一踢，基亞論盡俾人掠咗沙維亞，俾歐偉倫，歐偉倫右腳一條過嘅時候咧，卡根諾夫咧似乎係有啲撞撞地，但球證繼續比賽。陳漢輝解圍嘅時候咧，李健和埋你一閂咗。嗱咁呢度咧有多少拗撬啦？咁卡根諾夫咧可能咧係走埋去就話佢炸死，啱隔起身歐偉倫咧就揈一爭上去，睇下球證係點樣處理啦？好似咧揈中啊呢個卡根諾夫嘅嘴添喎。好。先叫卡根諾夫俾一張黃牌佢先，跟住咧俾埋歐偉倫，即係兩個人咧同樣咧接受一張黃牌警告。
嗱，睇睇呢個波，卡加洛夫係勾跌咗就跟住咧就係有所口角，繼而就幾乎動武咁滯。好彩冇事，球證因為一張黃牌咧壓制住個火頭。楊希治打俾過嚟巴貝利，好嘢，左腳一叫橫叫過咗呢奧拿利奧，成日冇乜力度呢個波，慢慢咧係揼落去。威拿咧好輕易咧用個身咧擋一擋。睇你巴貝利叫過咗呢奧拿利奧咧，跟住起翻左腳咧係施射，彈咗兩下地先去到。球喺堂啊，快通個總數。哇！岑國培攞到個波，鞋面一彈俾和仔回翻後，哇！三文治都冚唪唥捉遮啊！岑國培再度俾和仔李建和咧又腳斬，哎呀！呢個波咧想話中想傳中咧，又故意咧想笠㗎，咁好彩咧李安納亦都醒啊，褪兩步咧差咗個波咧差咗龍門後邊。嗱，睇下李建和，我睇咧想斬佢呢個波，塌地啦貼住門嚟咯，李安納不敢怠慢啦，雙手將個波咧拍咗龍門後邊。好啦，南華角球開入嚟，今次接到實一實啊！古連權啊，發通嘅教練一開出嚟，跟住基亞咧線埋呢邊，喺火士打油上去，瞓低咗落咗奧沙腳啊！奧沙督過嚟呢邊又唔到喉唔到肺啊！威迪斯拉夫咧俾咗埋中間，而家沙維亞彈咧彈前面，巴貝利咧就喺個後爭咧鋤翻後沙維亞。咁但係見到奧沙咧，似乎咧就困呢個沙維亞咧困跌咗球證咧，吹罰嘅，咁啊冇事，大家都冇意㗎啦。嗱，睇睇啊，呢個譚拔士一個後爭，咁大家轉身咧去追波嘅時候咧，可能翹腳。顧錦輝係南華主踢呢個罰球啊！一腳譚拔士一批，哇！呢個波基亞機會咧擺烏龍啊！哇！基亞個頭槌點解咁樣啦？批俾龍門咧定點啊？好彩李安納醒㗎呢個波，如果唔醒咧就擺烏龍㗎啦！基亞呢個頭槌。嗱，再睇睇譚拔士，呢個咧顧錦輝一斬啦，譚拔士一升埋嚟啦。哦，原來個波跌落佢個頭㗎，佢唔係故意咁樣頂㗎。奧拿利奧漏頂個波揼落佢個頭度㗎。我係張志德解圍，跟住宋連勇頭艇一點咧，點咗過嚟，譚拔士俾翻埋嚟中間宋連勇，係咪撞牆咧？好嘢啊！我為咗轉到身起到腳添啊！咁但係同樣咧亦都冇乜力，李安納好輕易咧又係接到啊呢個波啊！嗱，再睇睇歐偉倫一級轉到身起到腳添，但係亦都係唔係幾夠力。靚啦！呢下轉身轉得好清楚，得住對方轉到身。係嘛？巴貝利立到啦，但係1個對3個幾難搞喎。好，有一個咧從後冚上嚟嘅楊希治，過唔過到啊？智仔，郭建輝啊幾打都背住佢。斜線咧扯過嚟右邊嘅基亞虎嘅地波埋嚟，負得埋嗰頭啊！呢個波威拿出嚟咧，亦都好穩。再睇基亞出呢個波，入咗個6碼小禁區啦。張志德頭槌一頂，但球證咧就係明嘅啦。上半場打完2無紀錄0-0結束45分鐘嘅賽事。雙方上半場嘅表現咧，明顯係比較拘謹啦。咁啊，射門次數方面咧，南華比較多。嗱，我哋睇完呢啲統計之後咧，暫時休息陣，翻嚟再睇下半場嘅比賽。我哋繼續翻嚟大球場啦，繼續咧係欣賞呢一場南華同快易通咧爭奪本屆高級組嘅銀牌嘅錦標㗎。換邊之後咧，白衫嘅快易通咧就有順風之利喎。咁啊，尋晚咧喺大球場方面咧就開始起風啦。咁所以上半場紅衫嘅南華咧就有順風，下半場咧就調翻轉，輪到快易通嘅順風啦。咁啊，巴貝利呢個波咧鬥俾咧奧沙，咁啊右手邊咧已經係換咗一個人㗎啦。快易通咧已經將呢個腰部有傷嘅譚兆偉換出咧，有啦係陳志剛嘅入替啦。而家攞緊波呢個6號陳志剛就入替咧譚兆偉嘅，俾翻後備咧張志德斬喺遠處啊！睇你個高波亦都影響唔到啊，係威拿出嚟嘅路線，亦都咧冇影響到佢咧係接實呢個波㗎。咁但係咧接完呢個波之後咧，佢就倒地咧，咁就同時咧亦都係拉左大腿嘅肌肉啊，會唔會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係觸
關咧以前咧所受嘅傷咧咁啦，就呢樣嘢唔知啦，睇佢個動作有多少係唔自然啦。咁開咗個波出嚟咧，又再落喺咧係呢個科士打嘅腳下，科士打過咗一個啦，過咗咧係沙維亞，咁啊拖到禁區頂咧，用右腳拉，似乎呢個波咧就佢又掘咗少少嘅草頭啦，咁啊結果咧射到出界㗎。嗱，我哋睇下慢動作咧，佢賴過對方係一個防守球員，邱建威嚟㗎。咁啊，再面對呢個顧錦輝出嚟咧，佢拖橫咗，結果咧射個波嘅時候，大家見到啲泥咧亦都俾佢踢起咗，咁證明呢個波佢射得唔應啊！結果係射咗係出界。咁啊，繼續比賽啦，喺中圈咧，奧沙一彈俾咧走去左邊嘅咧係呢個楊希志，楊希志呢下俾咧邱建輝翻嚟用個左踭咧就係咧將佢崩開咗。咁啊，球證咧係有進一步嘅行動啦，將個黃牌罰咗俾咧係邱建輝啊！咁睇下呢個犯規嘅動作。推開佢噶，仲有一次啦，一埋身嘅時候咧，用左